敢看有？诶，无看到你slide 呢，无看到哦。无看到吼，安尼再一解吼。等下，即摆陆陆续续有人咧入来啦吼。好，有啊，有吼。嘿，嗯，拄则你随便有甲咱分享一下即个大乐会啦吼。啊，大乐会即摆主持是迄个罗马字为主。啊，咱知影现主是有足一种的罗马字啊，但是咱就是坚持教会系统的白话字的罗马字，所以毋管是台语、客语、原住民语啊，就是用咱的母语来书写的，遮个朋友、遮个文字，咱拢欢迎，咱拢接受，毋是干那接受咱的台语尔，咱来尊重咱的土地啦吼。啊，大乐会每一年办的活动啊吼，有年初开始有即个228的台语诗歌节，啊，今年开始办的时阵吼，咱除了228的活动以外，咱嘛提倡林茂生教授的即个纪念日啊，来当做咱的活动之一，啊，甲王玉德哦，嘛是会当甲伊来做咱台湾的即个属于咱台湾人的活动。啊，拢是搁咧进行当中，啊，咱慢慢会当来推散有咱台湾人意识的即个节日。那5月份就是有白话字的文化节，啊，因为吼即2冬差不多已经3冬啊吼，疫情的关系，咱望明年咱会当继续延续来办啦，哦，啊，包括迄个世界台语文化节，啊，高中营，哦，甚至是囡仔营，啊，甲旧年的台湾学。啊，甲顶个月哦，咱开始咱发行遮个白话字的杂志，即个月月底咱要来发行。啊，顶个月咱的活动为7月份开始，咱已经办过啊，吼。那线顶嘛是有70几个人参加，啊，即个顶个月的活动，啊，迄阵嘛有魏文老师，啊嘛有洪丁老师，哦，拢来甲咱小解即白话字的复兴的即个路程。那今仔日就是咱阿仁老师啊，要来甲咱分享台湾人的台语文的创作，甲未来的这展望啦吼。啊，最近拄啊好去看到一个节目，叫做《心爱的歌》，啊咧访问即个王明德，伊就讲着讲吼，30当前吼，伊就甲阿仁老师啊，因拢去美国哦，咧宣扬这台湾文化，啊唱台湾歌。或者台湾海外的台湾人听啦吼，所以阿仁老师吼，就是足早是30当前啦吼，伊开始就有即个意识啊，用台湾的话、台湾的文字，甚至咱看伊写的即个小说，哦，咱甲看到就感动啦吼，所以有足侪阿仁老师对咱的望啦吼，啊，甲咱遮后辈啊，透过阿仁老师伊家己安尼长久以来的观察啊，社会运动啊，是诗人。哦，也是即摆嘛是即个基督徒，啊，甚至嘛是老师，也是咱的上好的即先辈，啊，咱着带来咱的时间，着邀请阿仁老师，伫咱有限的时间内底，啊，分享伊即个无限的对台语创作未来的展望。啊，尾啊吼，咱会有留30分钟的即个迄个 Q&A， 啊，恁若有问题，你留伫边仔的留言。啊，我嘛当代替恁来甲阿仁老师问，啊是恁家己要问，啊拢会使吼。啊，所以即摆咱着将时间交互阿仁老师。啊，遮我宣布一个，啊，歹势，后个月吼，因为迄个咱要请迄种迄个坎培的教授来甲咱分享吼，伊讲敢是台湾人敢出头天啊吼。啊，因为伊的时间拄好伫中秋节下晡，所以我望咱逐个吼。啊，共款拢来支持咱的台湾线顶的台湾客，啊，所以伫遮我先预告后个月9月初10拜六的活动，啊，这嘛是坎培德教授吼，伫这国家语言发展法内底一直咧强调讲，
咱伫路顶看着遐个罗马字，拢毋是咱的话啦。啊，咱要安怎？啊，为战后甲咱即马吼，咱要安怎？啊，所以后个月拄好拄着中秋节，啊，伊嘛拄好迄天有闲尔，啊，所以个拜托咱线顶的朋友啊，继续支持咱的线顶台湾盒。啊，刷来歹势，到阿仁老师。好，感谢叶心吼，好主兄吼，这个大乐会主办单位吼，上感谢伫线顶吼，才会要台湾建国的国庆吼，大家平安。今仔日8月13下晡2点，我伫台湾长老教会义工教会吼的教会伫遮做直播吼。感谢阮的教会乌明的团队，甲我帮10到3工，互我伫遮再甲大家讲话吼。我今日要讲这个题目，台语文书写吼的发展甲展望。这毋是历史，嘛毋是学术，这是我本人以我所一路见证吼，我见证的代志来讲来做一个论述，并无代表我讲的一定对还是毋对吼。所以我讲的资料，然后侦查，有可能是我记唔对。若有朋友吼会当甲知影讲我唔对的资料，会当订正吼。讲这就是无啥物目的，就是讲咱台湾人长久以来吼，甲即马也是一个红殖民吼，咱无脱离殖民，是安尼讲。恁讲民进党全面执政，毋过。咱的国家语言也是中国话，也是华语。台湾话虽然国家语言法讲台湾话是原来是这个国家语言，不过伫教育上、伫媒体、伫使用上也是真熟悉。这是个语言尔，何况讲书写。你要做一个未来有希望台湾国，咱要做一个台湾国民，当然希望咱台湾话。台湾作为各种语言，都能当发展自由书写。毋过长久以来，咱台湾话发展的过程要自由书写。我即马就是要分享过程中我的见证大先我先讲起咱台湾这个所在本地就无政府单位共同管理的观念，讲台湾人毋捌做政府啦，毋捌讲要政府来管理家己的观念，拢是外来。外来的这殖民政权，有的是侵略，无要管理，民间体就走，有的是来占领遮，毋过伊的管理是殖民方式，无甲咱的主体性，毋若无重视咱的主体性，佮要改变咱台湾的主体性，像清国人，像日本，像即马的中华民国的昭和政权，拢是共款，伊要改变台湾人的价值观意识，甲台湾人变正安尼吼。所以咱自来，咱就无即个台语文，也是讲其他原住民语文的书写的迄个公众认证，因为即个书写认证，毋是科学决定的，是要政府颁布法令讲按怎书写标准，即个自咱从近代史来讲，伫台湾上主流的语言也是讲也是台湾话啦，上济人的啦。近几百年来也是讲台语来讲台湾话是上济啦。毋过因为真早西方传教士为着要来咱遮传教基督教、天主教拢有啦要来传教。咱台湾自早就是信道啦、信佛的迄个民族啦，要来传教。因为也有读，这个是天主教、基督教的传教里面。上重要是圣经，爱读圣经圣经内面呢，伊要翻做汉字，迄个时代无人读有啦。会使讲伫迄个200-300年前，你要用汉字，迄教育足困难的，要教到头有嘛无啥可能。所以就伫下门伊发明这个白话字白话字就是讲用这个罗马拼音来拼写台语过去的汉字叫做孔子字是讲唐人字迄款较歹学，就发明简单的白话字来编写圣经。来到台湾了后，信徒经过短时间的训练，信徒就会晓读白话字圣经。
哦，啊，若无好2礼拜就当写哦，这是真简单的方式吼，啊，所以会发展培育出来。啊，毋过台湾人自古就排斥这个西洋信仰啊，亲像天主教、基督教，台湾人拢到即摆还佫排斥啊，所以台湾人的培育字的建议吼啊，无受到重视哦，无受到重视啊，这台湾真早就有这个，当然在讲文学吼，文学是人类吼对生活中吼，对这个要生产过程中啊，一个对这个感情吼，甲土地产生的反应，这个用语言的表达，这个叫文学，叫语言。文学是语言表达，文字在书写啊，所以咱有自早国工作时就有报歌、念歌吼，这款的物件。你做一个是互相唱歌、唱报歌、唱念歌吼，啊，过来佫有这个啊，为着要生活，都有人去过表演啊，发展出抗势吼，这念歌吼，自己念歌啊，这款这拢是这个语言的形式。迄阵的啊，为着要走上生活的人吼，在发明这个念，你若看台湾的念歌吼，就七字啊，这念歌声吼，因个台语拢足水的，水甲会当靠一支乐琴吼，啊是弦啊吼，啊去到庄头，对毋捌字的农民啊宣传啊卖产品，啊干那一支弦啊念歌安尼，对人特别家己吟出来，哦，所以台语也足好的，哦，一直到较近代。有发明这个啊连续曲哦，就是讲这个啊这个电唱机吼，啊佫有才有曲盘会产生了后，啊就需要这个啊流行歌曲，啊迄阵的台语歌是主流，啊就真济有音乐了后，有真济迄个会晓写字的人，就用来写台语歌词哦，啊但是因的书写也是汉字为主流，无人用罗马字，所以啊汉字袂当满足。哦，咱的台语书写，因为汉字是有限的，咱的语言的声音是无限的，有限袂当满足无限，这是基本的道理吼。啊，所以有真济众声词，咱拢汉字嘛是学袂到吼，加一个口字边啊，就叫做汉字吼。啊，所以那样培育会较简单吼。这嘛是要讲咱台湾对这个西洋排斥的观念，所以培育字就遐久，敢若迄个有一部分的基督徒吼。因为透过培育字，啊，就恁目睭光起来，哦，啊，搁迄个时代，这个马街吼，为着要来传播培育字，啊，这培育字，迄个文字要传播爱印刷，哦，你敢若是用写爱印出来，印刷就爱印刷机，迄阵台湾咧也无啥物物件，所以马街去英国吼，啊，再来一台印刷机，哦，来到台湾就是啊，发生这府城教会报。哦，用这个报纸安尼教会个无，甲即嘛即台印刷机还搁伫台南吼，啊，你若去教会讲要写，你也看会到吼，啊，表示讲迄个时啊，即嘛，你若无印刷机吼，啊，印刷嘛爱做些物件呢，你要写文字吼，一个政府要发行刊物吼，无遐简单呢，迄刊物一般若政府的力量吼，啊，你爱工人爱去印，爱去编辑，爱去发行，哦，迄无简单。一般来讲，拢是公家单位才有财力啦。啊，咱台湾较特别，台湾伫日本时代就民间团体哦，啊，正讲一个文人做伙发行台湾民报啦，什么刊物啦，迄咱台湾较早就讲民间团体自力救济，吼，无好政府啊嘛，即个发行毋过但是拢无采用白话字啊，除了教会较重视以外，但是教会伊写白话字的目的是要宣教。传福音毋是文学，哦，教会嘛是有举办几摆白话字的文学比赛啦，但是迄种圣经哦，所以伫教会系统有培养真济真好的白话字的作家，哦，咱知影赖日生，哦啊，因个人遮个人吼，啊，这个有写出一寡小说吼，啊嘛，迄个比赛时嘛有一寡什么廖水路，哦，这个英文里面遮个人有写出一寡。四个作品，还是文学作品哦啊！但是白话字的这个著作真济吼啊！咱即马有来整理出来啊。毋过真济人主流的这个文学介绍，还是无甲白话字当作是台湾文学啊。这个观念并无改变吼
所以白话字拄着较济，白话字作家较济，但是到即马咱即马也是无啥爱读吼，尤其是你赖人生吼因的作品吼，也是无得重视吼所以吼我要讲的就是讲，因为白话字无受重视所以自来的台语文书写白话字，伫个几届的2届的文学论证，包含日本时代的文学论证，白话字虽然有蔡培慧等人的提倡，但是私人的发展并无引起人的注目。蔡培慧几个人的白话字建议无得到重视迄个文学论证，你讲用做一国式的话写字，但是台语拢无人讲到白话字，一直到咱70年代乡土语言论证，嘛是无讲到白话字，一直拢无出场。所以咱较早咧讲台湾人拢变做讲汉字才是字啦，白话字毋是字吼。台湾人自古来，咱的教育内面较早是到初中才有教英文啦。英文就是罗马字，咱即摆若看来白字，拢当做英文安尼吼，毋知影讲全世界有80%以上国家拢用这个罗马ABC 罗马字做文字安尼吼。我即摆来讲讲到这日本时代吼，嘛是都有台湾都有文学观念嘛，嘛有作家，作家咧当然日本时代爱用日文来书写。这个台湾作家，因的第一语言是台语，日文是因的第二语言。毋过因写日文的时，也是大家作家你爱看，日本时代当作家，大概日文内面拢有掺出个台语词啦。无就无写台湾的物件嘛，拢有台语词。日本结束了后，换这个中华民国来吼，因就摆这日文用因的中华民国文。这个作家要转型，就是爱学中国话。真侪人。因叫做跨越语言的时代啦，迄个时代的人个嘛有人吼坚持无爱换，一直用日文创作结果咧，伊写的物件拢无法度出版，因为亲像有一个台南吼叫做台南人叫做黄灵芝黄灵芝伊当然黄灵芝是台湾文学界真出名的人，伊拢是台北吼。有开这个俳句俳句的这个写，迄规模真大。台湾人会晓日本俳句的真济。第二，迄个黄灵芝所举办的俳句的年会，当年拢足侪人。伊中间一直写小说，但是拢用日文写，所以拢无发表。一直到几年前有一个阮文雅迄个教授伊甲这个黄灵芝的日本文的文章翻做中文，伫台南文学局得到报道出版了后这本黄灵芝的小说选本来拢日本话啦，就无人出版，这有台南文学局报道了出版，有这个晚景出版社这个来改出版变做有这个黄灵芝小说选2本我有读过伊就是。因为伊坚持写日文啦，无写中文，所以伊拢无得出版啦。一直到出几年，因为这个阮文雅翻译，才变做才变做即摆才知影讲原来那是，你就知影讲咱若要创作若无刊物若无政府允准是讲权力浪费去台语嘛共款，台语文若咧大家人咧讲台语文学。拢会讲到上早的台语诗，讲林宗元先生是讲向阳先生的土地的歌讲迄是上早的台语诗安尼讲无啥毋对啦。毋过因这2个诗拢是汉字写的啦。你要用汉字写台语的开口要讲写个符合土地真困难啦所以讲是台语啦。不过嘛袂真正文学的自由创作啦，因为语言文字反正我汉字就是有一个符合真正的台语文书写，一直爱到1980几年时代才开始的啦。到1989年才开始有人咧讨论台语文，尤其是上主要的两个语言学家，一个是陈龙伟，一个是洪伟仁洪伟仁甲陈龙伟
安以前伊本身是国内吼研究台语不只有心得的吼，大家人拢真钦佩的老师。第两位是这个师大毕业了后，伫美国夏威夷大学吼，做东亚语言研究的吼，研究台语的语法啦、书写啦，这两个人才开始伫台湾开始公开讨论讲台语文的书写问题吼。所以台语文的现代化，伊是800年了后的代志啦。1980年了后的代志，毋是即卖代志吼。1989年了后，尾啊，梁伟先生吼，又提出一个讲台语文书写标准啦。伊就讲台语文吼，若要书写吼，应该是罗马字甲汉字来并用，安尼上合理啦。虽然咱有王玉德日本吼做台语文的研究，但是伊嘛是有讲到罗马字啦，建字罗马字有，伊嘛有开始发明一式两式安尼哦，但是伊并无做出明确的这个汉字甲罗马字并用的这个主张，是第两位提出这个主张啦吼。这个主张到底影响偌大我毋知，不过自我个人的实践吼，才知影讲，这实在是真好用的，但是因为我个人的经验吼，我伫早期我嘛是甲一般的人共款是20几岁时，我嘛是自然我是中国人吼，所以台语嘛是无重视啦。较早伫早期我捌从事这个电影的编剧，嘛是用中文吼，一直到嘛是毋知影台湾的代志，一直毋过因为我成长的背景。我是伫个农村社会庄稼所在，阮庄里吼，算讲真少人有去读这捌字的啦。阮庄里就干那两种人啦，一个大部分是讲台语，甲客话相对叫做河洛话。河洛人客人就讲阮是河洛人，河南人。我讲的话叫做河洛话，迄是客人咧称呼的啦。甲客话有错有上下，所以我今仔时代。对这个客话甲河洛话差不多拢真清楚。阮这个是做一个世界世代，所以我这做事的各种话拢记甲真清楚。毋过我拢无重视。一直到足久了后吼，尾有机会吼，我受去邀请去美国去做一寡工课嘛去就学。这个我主修这个戏剧主要是研究莎士比亚伊的作品。我才知影讲400几年前，英国人因讲英语，毋过因咧写作因无英文，因用法文咧写作，因咧写物件法文。若研究学术就用希腊俄罗斯是纳德文所以英国人甲莎士比亚啦、乔瑟这些人咧写的时，也无英文，也无一句话。所以说是莎士比亚迄阵要做戏剧的时，伊写的字是用罗马字 ABC， 伊就家己去斗的，甲即卖英语无啥共款斗拼音法无啥共款。400几年前啦，即卖英语才有统合啊。我是讲我以前我就是启示讲，台语嘛共款，咱讲台语，毋过咱拢写用汉字写中华民国的话，安尼写作，安尼嘛毋对咧。所以我以前我就启示来讲。我以后啦，等下台湾，我要用台语因为我要写戏剧，戏剧就是基本上戏剧大部分的目的就是要演互毋捌字的人看的啦，迄个时代的观念啦，捌字的伊当透过册啦，透过册本纸面会当认捌，若毋捌字的人就要透过戏剧，所以伫迄个日本时代、文协的时代、台湾文化协会的时代，因要宣传。台湾清治运动啦，是民主化运动，要求日本人配合的时，因就是伫都市用演讲的。你去草地演讲，迄种人拢听无，你用做戏的，做戏来互看，做戏人就看有用戏剧来表现思想是上简单的方法。我就决定讲，我若等下来台湾要来做台语戏剧的书写。毋过了等下台湾了，我发现。我用汉字根本无得书写，迄个真正的是我嘛有去东华杂志做编辑深耕我嘛杂志顶用汉字咧写台语诗较短的诗
我老实讲啦，学袂到啊，不得不进啦，我嘛是真费事。啊，改一直改吼，有机会，这也算上帝安排啦。我去互掠去，去互国民党掠去，掠去伫看守所，看伫个土城看守所，真好运，入去了后，因感觉我这个人是这个党国杂志的编辑，就唔通关伫这个一般房，就甲关喺独立的下房，我独立的下房叫做好社，边仔呢拄好关两个政治犯，一个叫蔡友传，一个叫柯佐德。迄阵就是柯台独案，因两个关起我拄入去，入去了后，因为阮算政治犯吼，有特权，因下晡时迄2、3点吼，伊会互阮3个人落出一房开讲，叫做跳房啦，跳房。我就头一届俩，阮拢去到蔡友传的房间啦。蔡友传是台南新学院的毕业的传道师啦，柯佐德伊是企业家，毋过伊有家己咧创一个台湾字啦。我入去了，知影讲我是会晓中文的，搁读戏剧的，真欢喜。就问我讲你以后要创啥？我就甲伊讲，我想要做台语文的创作，毋过做无落来。所以我就讲你这爱用白话字啦。我头一个白话字什么字？蔡友传先生用10分钟甲讲这个白话字的字母。较简单我都毋免找字啊。我当场，我迄阵也是也毋是基督徒，我当场跪落，讲感谢上帝。我今仔日目睭光因为白话字啥物拢有当写。迄个时阵对调符也无清楚，但是我知影讲这会当写。我头一届，我这世人头一届上感动，感觉我家己头壳开就是感觉内面蔡友传加讲白话字会使用。我开始跪了，开始用。无啦，这个课就伊嘛是咧做研究，要一白字，所以伊嘛就甲我提供一个意见，所以我真紧着这个声调拢会晓我真紧着用白话字创作一个第一个舞台剧课界运名，课界运名就是用蔡友传课做的互台独案的背景写台湾历史，写台湾过去为古早到即卖历史一个戏剧就是用真正的台语白话字甲汉字写的。迄是我头一个创作，嘛是改变我的人生。因为迄个时阵，因为受到蔡友传传到教士，就伊讲无咱安尼，咱结拜做兄弟安尼。伊个你若要了解白话字我予你一本白话圣经，你安尼你练较紧。我安尼开始读白话圣经，本来是要练白话字，结果我读了圣经了，即款中国信仰是耶稣就是关心。是我心情的，我开始深深感觉讲，做一个基督徒应该是公平的代志。上帝可能就是点我要去做基督徒的，所以伫我这个我先出家了后，因为要蔡友传的夫人周慧英因为因翁咧宏观，所以周慧英代表民进党要来台北县，迄阵的台北县选省议员蔡友传讲，迄啲领数，你出去爱甲因。选举，因为伫美丽岛事故发生了后，我帮忙真济美丽岛的受害人的家属选举过，所以我对选举有经验，我就去帮助周慧英选议员，陆续要选立委，伊嘛无人去，大家跟合作，所以我就开始帮助因做选举。迄阵我就开始运用我白话字，了解台语文知识，做专业文宣啦。迄阵就开始发挥一直到选举煞，我就拄好阮义工真老教会第2名牧师叫纪元德，纪元德就是阮中华义林湾岛的人伊的小弟纪元文，甲我是同学甲我是同班同学。尾纪元文去这个美国巴布罗读比较文学，我走去密苏里读西西有一节这个纪元德牧师就甲洗礼了后。我真正变做义工教会的信徒安尼我来到义工教会接触到纪元德牧师的这个圣经较台语的教示，这纪元德牧师台语嘛是捌，我若毋对拢会甲教，找着资料安尼变做我讲变干名人变做一个要书写现代文的台语文的运动者开始安尼开始了后我就开始
做一寡工作，过来无偌久，这个陈婉珍小姐吼，为美国返来台湾，偷走返来了后，尾这个民进党台北市党部的这个主委是颜金福先生，伊就请台湾去做副执行长。陈婉珍看到我无安尼，你来阮台北市党部吼，甲我做文宣啊，编这个民进报啦，讲民进党的周刊啦，月刊周刊啦啦。我讲好哦，我就去这个台湾这个台北市党部的文宣吼，结果我伫遐编这个民进周刊，我拢是顶头拢用这个白话字，我家己编的吼，会当写诗写啥。了后那我就了后无偌久，我就去台南 URM 受林宗正牧师吼，甲地国党牧师训练，组织训练。我甲伊讲，我想要写，以后要写台语文。伊甲我讲，伊会当投互这个教会公报。我知影讲这个教会公报会当处理罗马字。所以教会公报是我初期看台语诗的所在。我较即马吼，对教会公报也充满感激吼。教会公报是我真提供台语文书斋皇帝，虽然无济，但是我也是伫遐发表真济诗吼，迄个时代这个开始了后，我为着要迄个，我就先建立一个叫做台语文资料中心我借这个台北市前卫出版社、前卫出版社的楼骹一间办公室吼，做建立一个台语文资料收集中心，就是先收集台语文的资料，安尼开始推展台语文的工课。迄个时代吼，拄好台湾吼有6个毋是民进党的馆长当选，县市当选馆长。那个6个县市袂，我们联合非民进党的就要联合，要联合一个政策来对抗国民党。迄6个这个宜兰县的县长是余锡坤，余锡坤就迄个叫黄春明先生吼，伫中央研究院开一个台语迄个文字拼音方案的会议，互各界有趣味的人拢去参加。迄阵柯昭哲先生嘛出家，就我2个有去参加这个会议。迄各种各派安尼规间拢人啦，大家拢做一心要讲台湾字要安怎啦？结果有人吼一直咧追求家己的字，讲开播啦吼，无要紧啦。但是迄个会是无效的，因为这会大家一直讲话拢无主题嘛。结果了无，迄是头一摆，台湾研究有人要家己研究讲台语要安怎讲的代志。过来过来就所有的人拢开始，真侪人啦，拢甲伊的台语评方摕出来，几10种啦，拢推出伊家己的方案啦。这个人呢，我感觉真感动。因拢是台湾未来要建国，一定要有家己的文字书写，所以新人好去用这个方案。内面大部分都是罗马字啦，只是用法无共款尔。嘛有一寡毋是的啦，像有陈建州先生，伊就用一个科军啦，有的是罗马字变体啦，大部分公司拢是罗马字啦。迄阵就习惯拢安尼，点仔咧，我会使讲，人讲百花争放啦，我对这段过去，我要讲，真侪人就讲真乱啦。我毋是安尼想啦，我是讲台湾人吼，甲什么自由概念会当要主张台湾字的书写，这款心情我足钦佩。无论伊用什么案，提出什么案，我拢对遐足尊敬。毋过我就是我毋捌甲人争案，因为我家己拢用白话字嘛。我都会迄阵个就干正式有文字白话字，我就一直拢用白话字甲这汉字来创作。我人咧坐我无甲人坐，但是我拢会关心啦我安尼创作迄阵的创作，因为无刊不通发表嘛，我就拢甲写诗啦，诗较短咧考处理啦。到92了后，我去美国拄着这个美国西华电阳光先生，电阳光先生伊就创办这个台湾通讯杂志，就讲我有台湾通讯杂志用台语文写的，你会当我看我有单蕊伫遐写小传我讲这真好，伊讲无叫我去台湾设立一个总联络处，伫台湾宣传台语文通讯，我等甲前卫出版社借一间办公室，
开始开始做一个台湾通信台湾的律师。迄阵这个电龙公的兄哥电龙伟教授伊拄啊嘛转来台湾，伊来找我讲仁啊，你拢做这汉语创作安尼真好。我较早毋知影，伊讲我甲你讲，你即摆用电脑，我有软体，发明软体叫做 TW308。来我甲你教，你安怎你用台语音输入，会造出汉字甲罗马字。这个 TW308。我讲我敢会晓，伊讲会啦。我一个从安那简单，这个拄好，我去到美国要转来时，电脑伊讲一个电脑，我你再转去台湾来互我啦。我转来就用迄台电脑，TW308开始大量创作啦。大量创作，因为恁手写写袂进啦，电脑文字输入足简单诶。嘛是拢创作短诶物件，一直到1996年一个我甲廖世明陈龙辉三个人去美国顺回港，去到这个有一站是这个菲拉德那个叫做啥匹兹堡啦，菲拉德利亚边一个费城边有一个宾州啦，宾州的匹兹堡咱的是迄个文学家的朋友吴敏祥伫遐招阮去演讲，伫遐咱熟悉了一个，伊找一个林世荣牧师，迄阵林世荣是咧读，还搁咧读圣诗的博士班啦伫遐就先甲个介绍带我去参观这个匹兹堡，嘛带我看陈文成受害迄个美容大学，肯德基美容大学了后。林世荣知影我做台语袂讲，安尼要做袂起啦。迄个阮丈人丈母要死都有一个钱有这个一个后生8个查某囝啦，一栋厝互8个查某囝分安尼啦。阮那丈母叫做姓还是江口啦，姓李啦，因翁姓李阵李江口啦。讲无你用这个因查某囝分到的财产来建立一个基金会。基金会叫做李江口台语文教基金会，因为因丈讲台语来纪念场，我好96年，我就96年尾，阮就开始建立李江口台语文教基金会。我是讲较基金会做我即马要写物件无人发表，无咱来用一个杂志叫做台文网报。安怎讲网报？我就网报、网看、网写、网写、网看安尼台文网报。我家己做当面是，我就30个、20个朋友啦。讲恁若做社务委员，社务委员要创啥？社务委员就是一个月拢花1000块啦。我一个月就2-3万块咧。加减贴一寡发电迄个出杂志的费用，安尼开始就开始台面网报杂志出现我迄个时代还无啥个，我做当面就家己爱负责抄半份的杂志的内容啦。我就开始写真济作品啦。当然第一篇小说就是即马大家拢知啊，迄诗人哪会讲？我就写一个较跳工的啦作品写迄个台语歌甲迄个性爱的问题安尼即马大家较知影诗人哪会讲？迄我第一篇写。过来每一篇台湾网报，我就拢占尾比如1/3甲一半的中间我写的，开始我创作自由。我用台湾网报的做常常除了发表以外，我是咧宣传讲台语文书写的标准化。因为你讲用罗马字甲汉字，大家同样，毋过什么时阵爱用罗马字，什么字要用汉字，这就真歹决定啊。一般恁毋是对语言学真有才捌的人，无遐简单分别讲什么字要用罗马字，什么汉字，这是专家的代志啦。咱日本人嘛是用迄个汉啊甲汉字因咧若本地语就用希拉干啦平假名，若外来语就卡达坎啦片假名来写若迄个有汉字的来写汉字安尼。我想讲咱台湾应该嘛是安尼，毋过什么字用汉字，什么用罗马字，这爱规定我就设一个标准讲，你若汉字大家读有个写有诶，无争议用汉字。若除了这以外，大家拢用罗马字你若字少人毋捌读无遐受争议，拢用罗马字，用一个规定安尼。这个就是就是列刀稿拢要缓改，我要改你的物件，但是汉字甲罗马字标准，阮要来改标准化。
要促进台语文书写标准化吼，这就是近代这个台湾文部的这个成立了后，我才会当自由书写。讲到这吼，咱来讲起，迄台湾作家是足悲剧的吼，因为作家伊要写物件，毋是要互家己看的，伊需要出版吼。为日本时代，台湾人逼用日本话吼来写作，台湾人日本教育所以日本话算袂歹，毋过嘛是爱谈一寡台语。若要发表要得奖嘛是爱用日文写啦吼。较早有一个台湾作家去日本比赛，爱用日文的得奖的吼，才会出名。就是了后中国人来台湾，佮逼爱用中国话写，若无人要出啦，也袂当看到。所以台湾作家一直咧改，一直咧改。算讲伊要书写的文字爱互人规定，所以伊的思考嘛爱互人规定。实是，咱是讲台湾的作家吼，的前辈拢讲起来嘛是无奈啦吼。所以咱对这莫讲台语文啦，台湾作家拢爱有大肯定甲尊重吼。一直到1980几年解严吼，到90年代拢自由的时代，咱应该就是要用真正的台语文来做咱要建国的基础所以我就开始讲招一个同志，大家在做台语文建国的工作。当然，伫迄个处理文字方案的过程中，有足侪争论啦。因为基本上我认为讲，教育部中华民国政府并无赞成台语文啦，所以伊拢就是讲恁都睇一套怎么乱做一套唔好怎甲你boycott背过安尼我会记得有一届我上感动的就是有一届蔡东营立委公司个民事党主蔡东营，伊就调开一个公听会，甲这个教育部的部长，迄阵叫杨朝强，招来一个所在，招这个民间凡是主张台语文书这拢来，大概这一间他们讨论，看要用倒一套拼音文字，蔡东营好意，招这杨朝强的部长来，伫遐发言的是差不多各路各派的这台语文的主张者、思想者拢伫遐。迄内面敢若我是有咧写啦，因为迄时我参与什么字，我着白话语甲汉字就好所以我无参加论证，我嘛无啥发明什么字的牌，我着伫遐尾到讲尾讲袂到我着举手讲安尼啦，我是陈明仁啦，我建议啦，因为我可能市面上出的台语册我上济啦，我是用白话字写的啦，即嘛那教育部规定要用什么文字方案、拼音方案，我拢支持啦。我会当放弃我出版的在白话字甲汉字作品啦。我赞成教育部用字安尼啦。我曾做安尼表示啦。在座差不多拢捌我汉字甲人争议过嘛。这个迄阵有一个有准用通用的真济叫做一个医保权，伊就准用通用的。嘛少真一人。这个清华大学有一个统计系的教授叫江永进。江永进甲周春红，因嘛是主任通用的啦，因两个拢有真侪著作。江永进现在我讲了，伊就举手讲，那陈明仁安尼讲我支持啦。我嘛对陈明仁啦，恁教育部啦，这拟定什么方案，我放弃我原来主张同款。我规场听来，阮两个安尼讲尔，大家拢好赞成教育部的主张。我想讲做球咧，杨超强咧，部长结果杨超部长这个代志毋是非同小可，袂使按照决定，是去讨论。所以讲伊无爱负责啦。阮大家拢做球要送人，先买送人啦，无法度。你就知影讲教育部，中华民国教育部一向对台语文的态度毋是遮尔好啦。咱即马这个拼音是这个台语文的迄个拼音方案。是2000年以后的代志啦。进前这个有真侪争论啦，但是安徽人因一寡人提出这个讨论吧，就是 TLPA 啦，T 就是台湾啦，L 就是 language P 就是 phonics A 就是 alphabet 台湾语言拼音方案叫做 TLPA 啦，伊个音调是用罗马这两个字的数字写的啦，安尼嘛是
嘛是可以啦，阮并无来反对吼，啊嘛是咧写，啊但是这个案吼，因为有教育部的关系，所以真侪人就用叫做吐鲁吧吼，台湾语言平衡案开始写，啊这文字内面佫有数字怪吼，啊毋过即摆也有人写啦，不过嘛是即个真系同意吼，啊这个争议吼，啊有人迄个有关人操作了后，报纸吼真侪人就反对台语书写。尤其是出名的，咱所尊敬的一个查某作家吼，大比较个陈若曦吼，陈若曦这作家吼，陈秀美啦吼，啊伊就伫迄个中国时报写一篇文章啦，反对这个台语文书写啦。伊讲恁遐济套安尼乱来乱去，安尼免来好，莫写台语文啦，吼，即款的争论啦吼，所以迄个时阵就操作真济，迄个拢。超工伫咧主流报纸拢讲反对台语文书写啦，连迄个自由时报嘛有发出争论啦吼，就大概有6000号就开始攻击台语文吼，包括即卖即个彭瑞金教授吼，迄时阵伊嘛开始反对，伊写讲不要发出语言炸弹，其实讲咱这讲台语文书写就是语言的炸弹安尼啦吼，当然过去历史了，我毋是咧批评伊啦。迄是历史的存在啦，台湾都嘛有几个人甲伊论战，迄拢过去啊，就是讲台语文要真正书写到呾吼，上界好的观念是到即个十几年前吼，有一寡人组织了后，讲要成立一个台文笔会啦，就是用台语，因为台语作家已经袂少啊吼，就开会吼，了后我们推选李庆华教授。做第一个理事长，吼，做一年也未到，都内部发生一寡争执，了后伊就无做啊，了后廖水明继续做啦，吼，廖水明做理事长做2任了后，由我来接2任啦，吼，我嘛2任做了，这个台语文笔会就是甲要写台语文的统合我的，大家吼有好参详，讲台语文安怎写，安怎研究，迄语法。台语文毋是咱想遐简单诶，因为咱讲诶这话拢是书面语啦。咱伫社会咧讲诶，你听到诶吼，咱拢无用着迄台湾诶生活语言。台湾每一度每一个人，伊拢用台语文咧生活。因为因诶行为，你讲做事人有做事话，哦，剃头店有剃头白啊，做长工嘛长工话，牛鱼嘛牛鱼话。经济话嘛有，袂经济嘛有话，干嘛店嘛有话，迄叫做行话。每一道拢有，迄个物件吼，就是讲伊做一届要互知。若伫行话，这叫做社会话啦，就是讲语言若有社会话，社会就英语讲 sense 吼 ，sense 就是社会咧讲啦。这个字典书典无收啦，但是社会有咧讲诶话，叫 sense 社会话。这嘛是台语诶一种啊，台语社会话。伊佫分做2种，一种叫做撇话，一种叫做白啊，白啊就是讲白咧，告白讲白迄个白，迄个白啊。然后有事业的行业叫做白啊，什么做一个都遐叫为白啊。若无事业的，亲像讲做戏的啦，西讲做罗马的，迄就叫白撇话做戏撇，西讲撇，罗马撇叫做撇话。台湾迄种台语发音，用台语发音的哦，所以用台语的一部分。佫做雪人因的掠鱼的、做肉的、一山的，因的话，这要叫字典嘛收袂了啦，嘛无可能收袂了啦。这个话拢是台语的一部分。可惜咱的政府无专工找人去收吼，所以所有的书典、字典有真侪话收无啦。因为这报字典、书典，伊嘛是大概尔，无迄个专业去收。所以真侪人有真侪话字书典字典查无，就是讲迄，就是讲迄毋是台湾话吼，其实这是错误观念。台湾话是万底深坑啦，台湾话吼，即摆这台语吼，拢已经华语化对无？是无？较早无人咧讲对咯，是无？嘿啦，拢即款话啦，这个叫做语讽的即款的，你若要用戏剧。若无即款话，就无成台语啦。即卖戏剧就是因为失去即款话，所以无成台语。我举一个例，互恁听，恁就知影。
伫古早台语片的时代，有真侪演员，因是要读汉，毋捌汉字要读册，真侪演员，因要演进前呢，迄个导演还是副导演，就甲因讲，你要演的是什么角色，你要讲的表达是什么意思，这个意思甲你讲，你家己当个想讲要安怎讲，哦，迄话是你讲用你的想法讲出来，迄剧本啊，无是剧本，我是甲你讲戏，互你去讲。所以你出来是你讲你的话，迄台语做自然。即摆咧做戏是剧本，是念咧对白吼，出来开口就无共啊。这就是写台语文写作，因为我戏剧的观念就是讲，台语文的戏剧的写作，你若完全用这个汉字在表达的，你就无法度去表达啦。亲像足简单，我讲一句足简单的话亲像讲来台北我请你。来台北我请你，来台北我请你，就是讲我伫台北，你无伫台北，所以你若来台北，我请你。若来台北我请你，就是咱两个拢无伫台北，若咱两个做伙来台北，我才请你。像啊来甲来有啥无共？来就是动词要你去嘛，来就是来去台北，来去台北的合称啦，来台北，就是要去嘛，来甲去当然无共吼，即个无遗憾。大家是讲哪奇怪？来个来，来就来去安尼啦。这就是语言的这个妙用安尼啦吼。好，我讲到这吼，可能就休困一下吼。你就咱稍等下再个等来讨论吼。好，安尼，谢谢老师。迄个老师你休困一下吼。阮甲咱问问题。若有问题嘛使啦，即摆会使回应吼。好，拄则已经我有看到一个吼，什么人举手？先互老师喘气一下吼，一个举手的迄个人，敢是潘先生？你有举手？若无老师，我问你一个问题好无？我会晓讲迄个离离话呢？迄离离话是算行话还是算票话啊？比如讲你今仔讲得足好，对毋对？你今日有你教你讲，你有你教你，互你。我嘛是无要互人听着甚至是啥物话啊？这是行话，还是票话，还是白话？很多你听无？你会转述，我反应也无好。有一种话，我去甲别人学的，伊的话叫做离离话，伫每一个字的后壁拢加一个离。什么话？离离话。即款的这是。我无看画面啦。是的吼，我来再看你的画面吼。我啦，热心啦。好啊，请讲吼。我讲你拄则有讲到咱迄生活的话嘛吼。比如讲有迄种迄个鱼贩有鱼贩买迄个柑仔店有柑仔店的话对，拢有话，这个是生活当中社会话啦。社会话对啊，迄个咱迄个你美丽吼，伊的学术论文有咧要写铁头牌啊，尾啊，毋知写啦安怎，迄嘛是社会话啦。各行各业拢用的话啦。你讲即个你个若正统行业的叫做白啦，什么倒白白啦，白铁头白叫做白，边工白跟桥白。你会记得即个外河有一个叫做布偶人的历史有无？两个光桥前后桥就讲迄。就咧讲光桥白有无？尾咱拢毋知尾后面两二行中就二行中才知影讲伊啥物意思安尼无？所以较早每个行话拢用呢。迄个张医生吼，医生嘛有医生白啦，医生嘛有医生白啦，做医药嘛有啦，若毋是正五六色的吼，就讲撇话啦，做医撇、西工撇，即个罗马撇，迄个叫撇话啦。撇甲白拢是，迄嘛是台语的一个范围啦。对。迄即摆拢无人来讲。所以我学着这离离话吼，台语的定义吼，伊语言倒位来不管啦。因若是台湾已经生囡仔就过台语啦。我比一个啦吼，即个跳舞吼，是英语叫 dance 吼，伫日本话就讲浪子哦，迄个 dance 嘛吼，浪子。若讲日本讲浪树咱台湾讲跳浪树。跳浪树。
就变台语啊啦，跳舞啊，跳浪士，就变台语啊。是跳浪士完全，虽然浪士是英语变日语的，但是跳浪士完全台语啦，你就加一个跳嘛。哦，跳浪是安尼变台语，安跳你就跳个什么叫台语啦吼。咱山顶的其他朋友有人要问问题无？哦，老师休困休喘者，会当自由哦。咱即马山顶有102人伫遮参与。迄个这老人中啊有意见，拢会睇要甲之前拢欢喜，因为我安尼讲有当时啊会闹搞去吼。尤其是对这个争论时代，这足济啦，足济像啊，可能真出名的吼，像啊林继勇有一个文书法，林继勇到清大的一个伊个生物教授啦吼，林继勇文书法，迄阵嘛有，伊嘛是清大台语社教因文书法。尾后完啊，去美国有去推行，但是尾后完啊失败，不啥成功啦。哦，来，家辉，你有问题，请讲。请讲，家辉啊。各位老师好，我是家辉。嘿。林老师，迄个想要甲大家分享，甲老师分享，就是我除了伫国校教册，我阁有教囡仔写台语文，我拢会选，就是台语较好的囡仔。然后我会甲伊做一个小小的训练，伫咧上课要结束的时阵，因看影片的时阵，我会请因过来甲我讨论，因要写台语诗安尼。就是目前，我真正有伫咧好好做的工课，安尼。甲老师讲，甲大家分享者。好，教会真多谢吼。即嘛，咱目前啦，我认为咱目前上较重要的代志，就是为着囡仔，因为咱做台语袂上大的成就，就是。政府老师吼，甲小王甲我啦，去推动母语教育啦、教学啦。了后有真侪母语老师吼，来教囡仔，需要真侪教材啦。因为体制来要教囡仔并无教材。老实讲吼，每一个作家拢有义务吼，写囡仔故事啦。但是我都无才调吼，我真实的所以即马吼，阁有陈立军教授吼，这陈立军教授吼，推荐外国作品。用这台语录音吼，这嘛是真好的办法啦。当然囡仔是咱的未来嘛，所以囡仔即摆要教囡仔，比较较早较难啦。因为即摆教囡仔伊拢袂晓，是代表学，伊无啥物主见啦，真紧就接受啦。你若要教大人吼，伊的头壳拢认为迄罗马字毋是字啊，台语毋是安尼啦，真歹教。教囡仔吼上好。所以像教会这款你用真侪教材咧教囡仔吼，我感觉这拢是真好的吼。我嘛即要教各位第一流的第一线母语老师致敬吼。若无恁吼，台湾的未来嘛真可悲。这个母语老师的进入是台语文行一大步的，这是一个重要的啦。所以语言进入体制吼，若无体制不进入体制，咱嘛无度啦。林老师，我阁有话还袂讲煞，就是除了讲训练遮的学生落去写即个诗的创作了后，我阁会投去迄个教会公报社，有几若篇拢有刊出来，拢有伫咧迄个报纸顶挂，老师报过一。我拢有看的，我各位讲无，我一定爱看的，我拢有，逐期我拢有看吼，真多谢你，真多谢。嘛欢喜你几个创作吼。好，多谢老师，多谢。山顶有人问讲吼，拄则老师你讲的迄个讲来台北，我请你，即个来是写第五声，若来第五声，莫写第五声，家己去变调。咱的写书写是我写原调啦，语法变调是假的啦。咱的书写爱写原调啦。所以迄个来嘛是爱写原调。共阮写第五声啦。但是后壁爱符合，爱有来个来内边有一个符合啦，爱用符合解决啦。安尼哦。你字若无本调，你无度查字典嘛？咱咧用字拢爱用本调啦。基本上这毋是写做第九声。你讲第九调嘛会使啦，互你讲安怎会使？但是有啦，咱一般有人会用啦吼。通常讲第九调，我是无赞成啦，无啥物第九调啦，迄是第变调啦。自然变，迄就是迄个来去嘛，来吼，迄就是中声调嘛，像海口安尼，中声调嘛吼，因是中声啦，中啊声管啦，中声调吼。
是当然，是你讲是，第9条，我嘛无意见吼，这哦名词免费啦吼。哦好，安尼迄个这是深深问的啦吼，嘿，我代替伊问啦吼，嘿恁有问题吼，会当伫边仔拍字喏，才拍字，啊我即马若无吼，嘛我会当我举手，无任务吼，诶，伫遐咧讲，你讲啊嘛，家己在讲我真忝吼。是啦，爱有互动啦吼，嘿啊嘿啊，来，迄是我个人的经过经验尔啦。是是是，啊，若是通常吼，即个第9声吼，一般啊，我的语感啦吼，是讲，比如讲迄个日语啦，还是讲外来语啦，嘿，有种会较牵起来，迄个啥，嘿，像韩都有无？韩嘿嘿，迄个韩，阮日本的翻译嘛会啦，嘛是啊，是是啊，吼，迄个是介绍小凯有无？小凯啊，凯小凯啊，就变安尼，迄自然咧变咱家己变的啦，日本的毋是安尼啦。哦，是是是是，好来，随时的老台语举手来，请问，请讲。林老师好，大家平安，我是老台语随事台语社官，嘿，就是即马，随事台语社有一个单名人台语文学读册会。哦，多谢。啊，阮即马咧读澎湖的故事迄6本吼。嘿，啊，这澎湖的故事伊内底啊，伊头前是出版社已经甲老师写的字改过，啊，毋过伊后壁有附老师原本的用意。对。啊，阮是决定要读老师原本写的字。我是白话字啊，因是变做教育部用字啦，嘿。啊，毋过老师原本写的字是较有意义伫内底，因为老师咧用字拢有，就是这边真诶有伊老师的理由伫遐，就是较读会出来迄个真正诶意义伫遐啦。啊，管真内行，你讲出我心声，你真内行。嘿，所以你有真少读啦。阮是有真感谢讲，加在我毋知影是老师坚持，还是讲出版社有决定，好加在有老师原本的字安尼，嘿，阮是要分享安尼。哦，是，迄个出版社头家是因为为着现处是教育系统，爱安尼上学生去改做这个教育部用字，这个我袂使反对的，因为商业嘛。啊后壁我讲保留一个我作家的自尊心嘛，安尼互我吼安尼，啊伊嘛同意安尼啦。是是是，多谢你个考察官吼，啊，你足认真咧读的，我足高兴的吼。是感谢遮互海外遮朋友啦吼，啊，这嘛是拢因为即个疫情关系，啊，开始有遮线顶啊，咱嘛要感谢金华老师教足济呢，啊，黑米老师嘛教足济呢，哦，啊，所以感谢你，啊，即嘛是迄种迄个文秋老师，请你讲话，要问问题。好，文秋老师。文秋兄。文秋兄，你会当开麦克？安尼有听到啦吼。有文秋兄。阿任老师，我请教你吼。咱拄仔讲迄个台语吼，就类似即种的讲法吼，就讲我咧讲迄个爬起来吼，还是半落去吼。迄个后壁虽然讲你写的时是用迄个轻声来表示啦，但是读的时阵吼，我嘛是像阿任你讲的。爬开，我落去，对，落去，就是咱连做伙安尼啊，安尼是读吼，这是听阿日你讲吼，我联想起来的一个经验嘿，感谢。你看吼，你讲真有理啦吼，真侪人吼，拢毋知影讲，你爱写原条说讲碰见有啊吼，当然知影拍毋见嘛吼，但是一般写拍毋见啦，你写碰见人就知影啦。碰见安尼有无？啊，种真正人会写拍毋见，当然迄是原来嘛。啊，但是台语就变做一个词啊，你会写碰见起来，我们即嘛袂讲起来嘛，你叫写起来就好啊。嘿，这就是台语文的书写嘛。当然，这是大家同意就好啦，毋是讲我规定的啦。是。啊，还有其他人无？我也是鼓励各位吼，你要书写台语文的时候。尽量莫去受到华语的影响，去想啊，无你若是华语，你的文化拢会是变中文的文化啦。是，迄中文的文化足恐怖的，拢会影响你的书写啦。嘿，即嘛真侪人个台语作品就迄非常啦，迄拢变平常啊。哦，非常欢喜，非常都毋是单单有诶，你特别非常啊，大家拢因为国语拢非常嘛，咱台湾真欢喜就好啊，非常迄个。
那伫非常是日本的是，什么非常时战争啦，非常口就是紧急出口啦，迄无定有诶啦。所以就是这种观念有哦，咱爱用台语思考啦。毋知真正人问我讲，华语啥物台语要安怎讲？我讲台语毋是为华语服务诶，你莫去想华语就好啊。讲台语华语台语要安怎讲？我无咧，我即个工作我绝对袂甲你答应诶，你就莫想华语就好啊。毋过老师，你拄则讲诶迄个非常口，日语汉字嘛是写非常口，对啊，非常口啊，伊意思非常就是常常有安怎非常高兴，常常嘛咧非常，非常欢喜，非常就是变做，就无平常，这个非常。好，安尼咱说来吼，先举手的是迄个杨良庆先生，来请讲。请问迄个老师吼，迄个教育部的认证考试吼，迄个试卷吼，过去捌考过一条吼，伊考讲老师吼，就是伊是问讲陈明仁作品吼有啥物特色吼，捌考过这条，是毋是来请老师几句话吼，小解你家己作品的特色？多谢。多谢你这题目，我嘛毋知影吼。陈明仁作品就是讲要求读出来吼，读出来了后爱互台湾人毋捌字拢听有。我写的作品，我的语言读出来，毋捌字爱听有，我才算台语啦。当然你若有一外来语，啥物来解说一下吼。若就是讲无读册的人就爱听有啦。我是要为台湾无读册人服务的啦。安尼，迄就是我的特色的，安尼啊。好，你讲好势啦，安尼尔啦，毋通念伤紧啦，变安尔啦。多谢来第二个来郭品云老师。来定。你开麦克。品云老师开麦克。安尼有听无？有吼。是足骨力的，为台语文拍拼，足骨力的。老师，我是咧问一个有关文学奖的问题啦，吼。就讲你做评审，文学奖的评审做遐尼做几十档的评审嘛啦，吼。就讲最近这头正10档吼，文学奖吼，大部分拢有一寡跨界跨界就是用华语看台语。因咧写大部分有一寡华语教词，开是华语的用词，但是讲吼，对，毋知讲你对这种的文章啊，较会诗啦吼，你认为讲这敢是台语的文学啦？因为有这些都这几档吼，有介侪这种文章拢会得奖，而且佫得真好的名次啦。希望讲吼，老师你用你的见解啊。我想要了解一下，好，多谢。这个问题会伤心呢，因为这个主办单位请评审吼，主办单位伊毋是内行的啦，尤其是这个真侪拢委外啦，无一定是文学局，我是讲这单位家己办啦，有当时委外吼，互去包啦，请的评审吼，老实讲，知名度拢有啦，你台语文有内行无内行，真歹讲啦。我做评审的人吼，爱甲人收钱呢。你若一个作品去用冤枉有无吼？我大嘴甲你指要甲你指甲煞啦。评审就是无共意见才评审，那大家拢共意见，那边一个就好啊，咱就三四个，对无？就是爱无共意见嘛，大家来讨论嘛。所以即嘛有，你讲这吼，即嘛有一个好处，讲有真侪单位拢有录音啦，有真侪单位评审不能录音啦，嘛有文字公布啦，互大家做公平嘛。我安尼为评审就较惊啦，就安尼我要说服伊较简单啦，迄有录音的哦。我要说服伊较简单啦，大家就你来讲嘛，咱是甲你讲啦。过去哦，莫讲人啦，这个小说评审哦，有真侪反对罗马字的啦，伊若有罗马字就袂看啦。我拢甲扣出来啦，几个拢这拍本作档，我扣出来啦。为着安尼当然呢，迄评审，那这评审拢是我的好朋友啦。但是为了这个目的，我嘛爱甲指影按怎滚大条啊！就是我嘛爱好朋友啊。因为我做评审，我就是有责任吼，袂使甲人的好的作品吼，互冤枉去啦。不过嘛是有人，迄个有一寡评审吼，有在地势力啦，伊甲因的文化单位有关系嘛。
啊，了后伊就甲台湾人 fire， 台湾迄个过来评审就无请台湾人啊，因为我得是你嘛，这嘛无多啦，你要知影我咧讲啥，了解了解了解。就我最了解你的口腔你个。哦，多谢老师，多谢老师，多谢老师啊！讲做歹人。啊算，来刷来后一位是陈丽如，来，请讲。来，丽如来，请讲。丽如麦克开开哦。歹势，我无说你饲着，歹势。哦，丽如，无说你饲着，安尼，互你机会紧问啊。丽如姐，请讲。有要问无？啥诗的免较好啊，敢袂使指导者。你搁讲一解啦，老师，安尼老师听无？现代诗的免较。现代诗吼，我甲你讲，现代诗吼，咱台湾文学是台语文学是会啊啦，新鲜的啦。所以伫外国中文啊、英文、日文，因的诗的标准，咱毋免插伊，咱要建国。所以现代诗，你家己定义，你毋免看啥美感，你家己感觉安尼写好，你就去写。咱即马吼，作家就是幸福啦，台语作家幸福啦，咱会当创作文类啦。因为咱日本作家嘛，因为别人有的文类啊，时候咱袂使有家己文类。所以你讲台语现代诗是咩讲是哪？就是讲你写用你从话写互听有话，你表达的感情你写得好。就是你会当创作一个无共款的形式的台语诗啦。我意思就咱听无？因为咱是要建国的啦，咱毋是要恶人的啦。全世界无一个国家会当 copy 的啦。你讲印度什么革命，听得好啊！咱台湾人革命有台湾人的步数啦，别国拢无效啦。咱这个台语文就是建国做阵建立咱台湾国的一个重要物件，所以你会当用你的创意，去创意去写。你免管啊，当然评审伊会甲你讲这安怎，但是迄若为着评审无法度啦，咱忍受啊。但是你若要写我想毋免插遐济啦，就甲你想要写写出来就好。我咧写台语诗真正嘛，迄也无诗味啊。你若用台语来念，你就知影有诗味啊，是无诗味啊啦。是，阿任老师的迄种自我风格就行出台湾人的性格，这种气口真好啦但是因为足侪人，我相信会问安尼问题，其实就是因为老师讲的，头壳内底有华语白条的。是安尼。好，来刷来，嘉辉来，嘉辉搁要问来。嘉辉，大家好。今日问愈侪是谈到呢？是。林老师是安尼啊，就是讲，因为我有一寡作品有发现伫咧迄个教会公报社嘛，迄个刊物嘛，搁有即个网报嘛，请问老师较大胆就是讲，敢捌看过我的作品安尼？我逐首你发表我拢有看。我做一个，我真正是台面表艺术组，所有台面作品我拢会看，除非我老高是真少。了解。老师，你感觉我的作品有对爱改进无？就是讲，可能一寡较迄落的老师会感觉迄个较无熟悉的所在安尼。因为创作方面有个人意见，迄我袂使给你建议啦。创作有个人问题，我要建议的就是讲，尽量华语的文化去提调安尼啦。我毋是讲你有啦，尽量你思考的是啦。再剩的创作的人是你的自由，这我袂使建议啦。创作是你的自由，你思想。这我无定有人建议啦，建议是形式上尽量你若有中文有的语法就莫用安就好啦。好，多谢老师，多谢。其实即马有一个较大的问题就是，伊嘛知影华语毋通用啦伊要去问时代已经袂晓讲台语啊啦，像你讲出来拢华语开的这是咱现实，就是即个挂交牌即个教育实行了的即个遗毒啦。对啦，这我建议恁啦，恁若有机会像我来管几年也袂啊啦，莫听到台语的华语的声影响，像我也好运去用来管几年就袂啊啦。台湾社会说个拢声，拢电视声说个拢声差要死啊！
你去倒伊嘛是华语影响啊，你要脱离足困难的啊，啊若叫像我安尼掠过安就好啊，就听袂到啊。讲笑话啦吼，讲笑话。是嘿，好，来，感觉线顶即件吼，因为有诚济吼，这我拢毋捌的呢。恁遮新朋友，这有人嘿，遮新朋友有诶介绍嘛是拢是迄个线顶在职咧教诶老师吼。啊，敢有人有啥物要提供问题，还是你有啥物疑问呢？还是你教学上有拄着啥物困难？吼，啊，咱现主是有则难得有这个机会，会当问。我相信啊，台基本范围的我拢差不多知影啦。不管是体制内、体制外，拢知影啦。好啦，阿秋。哦，我要西中的吼，请问陈明仁老师，迄落，因为我9月要去教，开始要去教国中、高中，啊，你请问讲，老师做哪去，做哪是你去教，你会安怎教？请教。阿秋吼，你FB 真听我知影。迄个我甲你讲吼，咱做老师的人吼，爱家己去设计教材啦。提供的教材官方拢毋通用啦，因为你要教的对象，干那你知尔。啊，迄个地方，这个囡仔，遮个囡仔爱知影啥，迄干那你知尔。所以你做老师吼，你上好是家己找教材，家己编教材。啊，若官方提供的吼，你各地都无同款的囡仔，啊，人个人囡仔个性嘛无共。哦，我知影你是，我甲你讲。我第一尊敬就是恁第一线这老师，恁这老师足辛苦，去技校较早地位嘛无啦，我拢一直争取啦。但这资源人员我足讨厌啊，老师资源人员我就足讨厌啦。哦，所以我对恁的辛苦我知影，但是你搁较辛苦咧，用一个心吼，安怎设计一个学生欢喜的。哦，啊上少是会当透过歌唱啦、戏剧啦、舞蹈啦。去传达诶，人会较接受啦。那死板板的教学吼，可能原来无啥囡仔，无法度引起囡仔动机啦。哦，啊，你家己编一个较活泼的教材吼，我就是袂歹。你会当甲我作品一个物件揪出来，我作品足侪吼，揪出来有无？啊，摕一个单元就去会当去用啊。我迄旁个故事就是要互恁教学用的啦。你就甲一个点揪出来，你就当用啊。好，多谢老师。阿秋有问到即个教学的问题吼，伫遮，因为我是迄个高师大吼，迄个台语文硕士毕业的人吼，啊，我是分着历史组的人吼，啊，我教迄个国小的学校吼，其实伊就是伫台南上边啊上南边，啊离阿莲骑车5分钟，啊离关庙吼骑车爱15分，所以我讲恁到底是啥物人？啊，迄个砖头足特别咯。敢若一间柑仔店，一间槟榔档，剩诶拢无。哦，所以我就带遐个囡仔吼，我甲恁分享啦吼，我就带遐个囡仔伫教学的时间以外，休热拢有一个叫做夏日热血。通常吼，足侪老师拢带囡仔看影片啦、画图啦，啊无就是做一寡平常时的迄个手的劳作迄款的迄。啊，我今年我就带囡仔，因为我伫遐已经教3、4档啊啦。我4、5档啊就对啊。因为我读历史，所以我对即个地方啊，我写的论文吼嘛是地方的生活，所以我就带囡仔来熟悉因的所在。啊，我叫一个美术老师甲我合作，啊，互囡仔画图，啊，咱来找找咱的故乡到底发生啥物代志，内底有啥物牛人，啊是恁的故乡有人毋知影无？啊，因画图，啊，然后呢，我用文字。啊，用因的图加上咱的文字配合起来，就变做一本独一无字的画本。啊，参与的人是啥？就是应该是当地的人啦。啊，故事嘛是恁甲我讲的。啊，咱只是透过阮这个外来的老师来引带你，然后恁啊做出属于恁家己的物件。啊，我即摆甲用做 PPT 哦，迄个什么用文迄个什么Adobe啦吼，啊，互大家分享一下。你看卖啊吼，啊，互你有一寡意见安尼啊吼，啊，你嘛会当互我意见。哦，真多谢你提供的意见吼，阿秋你听到无？哦，多谢。大家有这个机会，大家分享吼，大家分享参考真好。哦，大家分享经验，
即嘛即个平台的目的吼，迄个陈明仁吼，毋是囡仔老师啦，因为我毋知影囡仔个性，所以无得教囡仔啦。恁才知影啦，啊，你嘛有机会尽量写囡仔故事啦，吼，因为迄囡仔有囡仔趣味童趣啊，趣味啊，啊，我都袂晓，吼，我真正袂晓，啊，恁若会晓的人啊，加减迄落，加减分享吼，哎，真多谢你的分享吼。这个一个因迄个所囡仔吼，在吼，我你请讲。因迄个所在啦吼，叫做孤东啦吼。有的吼，啊，因为吼，足侪人毋知因迄个名吼要安怎读。啊，若去到遐吼，因为拢写华语嘛，你拢知影拢写华语嘛吼，所以因去到遐吼，伊拢甲伊讲读归档。古东我知，这个所在我知。归档啊，就是久咧味的迄个空嘛吼，我就用即个线索吼来引出来。因我讲，照你讲，恁遮的人应该毋是安尼讲。伊讲嘿对，伊讲是我讲孤东，毋是讲孤空，嘛毋是讲孤东。所以迄就是咱的台语音啦吼。你看到是汉字的归档，啊，但是台语伊都毋是安尼读啊。迄个台湾的地嘛，那个汉字母啊，字啦啦，无一个所在对的啦。所有规台湾的地名，那个汉字甲你母啊拢歪过去啊啦。是啊，啊，所以我甲囡仔讲吼，安尼你毋着规庄拢是古仔囝呢？啊，囡仔听到古仔囝笑甲嘎嘎叫，你敢知？即摆囡仔吼，这就是一个，袂感觉讲迄是侮辱啦，迄是咱的意思上来讲侮辱啊。啊，古是偌歹，啊，古仔囝是偌歹，对无？咱的观念迄嘛是古锥啊，古嘛是真可爱动物啦。对无？啊，所以就用安尼叫因去，带因去行搭，啊，然后带因去知影讲因庄内有啥物老人，啊，因庄内阁有一个迄种迄个跳鼓阵，较早嘛捌着过迄个国家的迄个新团赏，啊，然后就是利用一个歇热啊，一礼拜的时间，啊，这是囡仔做的成果，啊，互大家看者吼。这拢囡仔话啊，这拢毋是我话哦。哦，这种囡仔话吼，啊，题目我嘛是叫囡仔家己甲我讲嘿，多谢你安尼甲我讲，我嘛今日收成真济。啊，这题目吼，我讲啊，咱的册名要写啥货啦？啊，囡仔就讲吼，龟这样跟我讲，我啊，台语的。甲我讲嘿，姑安尼甲我讲啊，哦，这名赞。赞嘿啊，这赞啊。啊，这囡仔吼，4年。这真有本啊气味咧。对啊。嘿。迄只囡仔4年，要成5年尔呢。系啊系啊。啊，其实我拢知影态度就真有本啊气味啊啦。嘿。所以我跟你讲吼，你若要比赛写诗写文吼，迄个态度名爱水啦。对啊。吼，像久安你甲我讲，这是足水的名。系啊。啊，这就是因内底吼，啊，这内底文字是我拍的啦吼。啊，阮的美术老师叫做黄秋燕啦。啊，好像东港人，这种囡仔话哦。哦。啊，内底故事就是讲，等下。毋是过冬哦，是孤冬。我因为足重要，所以讲3摆。哦，甲即摆迄个少年的迄个 slogan 啊，迄个梗啊，甲伊刻入来。啊，这故事无吼，孤冬是伦仔地山势甲外世界内文罗汉山的山势拢总接触。啊，这种囡仔话哦。嘿，啊，所以我着互囡仔家己去创作，啊，因家己去发挥，啊，我拢无插手。啊，因为因拄啊伫23行溪边啊，所以因的竹笋往来种名。啊，所以几本啊吼，啊内底有一个跳鼓，啊，跳鼓阵吼，迄个师傅伊足好念一寡诗的吼，啊拍军诗，啊我着去甲伊访谈，我甲伊录音，因为伊讲话哦，拢甘做伙的。啊，我着甲伊写落，啊我甲迄个师傅讲，你写毋爱写。我都毋知要安怎写，我就知影问题出伫倒，因为伊拢讲台语啊，啊你写拢写华语啊，啊伊咧拍军诗哦，伊安怎念呢？伊念讲哦，硬举发力如强针，看到硬举用闪身，站骹怀手加偏步，看了小闪爱着顾，啊过来撩踢飞机上流通。阴阳着分，阴阳着分布的哈，三界军师地神家。我讲啊，你这当时念，伊讲因若要拍拳，拢会念即首。对。
所以我就甲伊留起来。迄个嘿，多谢你的分享。对啊，我就甲迄个过程互囡仔画图，一个差不多18页的画本，后壁佫甲伊教一个汉语版。哦。就囡仔伫学校，因就会当读啊。甚至以后若有机会，因要去比赛，这就是囡仔的创作，毋是老师的创作。对。我只是一个外来的，但是因为我听即块土地，我爱遮的囡仔，我讲别人拢看恁庄下囡仔看无，毋过我看恁足重，因为恁就是独一无二的。敢若即个地名，外口人看偌济人袂晓念，但是咱有即个心，要甲咱家己故事维持，爱靠恁家己，毋是靠政府，嘛毋是靠我。所以这故事就是伫教学当中，下面博暖啦，下面伫遐开讲熟悉，所以就是线顶遮老师，恁若是去做老师，毋通读期中一定换学校啦。就咱含咧交朋友交陪安尼，这是拄好有即个机会，甲大家分享啦。恁有较好诶，你嘛会当甲阮分享，安尼好，感谢。多谢你的分享，我今日捌做出者吼。咱线顶咱嘛拢甲伊感谢啦吼。好来，佫有来，收音机老师。我来，好，有听到吼，今年好，大家好吼。我只阿秋问一个问题吼，我感觉这个问题讲要安怎教吼？我建议啦，你若是要教大汉，像我迄个算作讲吼，就是讲叫因吼黑白写啦，就是写，但是爱用台语写，吼，所以我有做者囡仔的文章，迄就是安尼，叫因黑白写，你就算作讲写毋对不要紧，毋过你爱会，就是讲爱有台语的开口。另外一项就是讲吼，迄个我捌做过一个作业，就是讲恁家分组，譬如讲你伫什么所在我毋知啦，譬如讲咱伫高雄，我伫高雄路顶，路顶呢有啥物区啥物传理，这带做伙咱分一组，你去找啥？恁在地方，恁遮有宗教的建筑，譬如讲天主教堂啦，基督教的啦吼，是庙寺吼，是迄个什么讲景观，啥物款的物件，拢叫人去找，找呢吼，家收集起来，恁来做吼，每组的报告就是讲吼，现在报告讲恁遮有啥物款的物件，叫用台语讲，安尼，伫这无形当中吼，你会当得到足侪物件，就是讲我住路顶啦，我到向时吼，就是讲叫迄个国中生做的事，我甲知影讲阮路顶有2个火车头啦，阮咧我掠做一个鸟，后来呢，佮发现讲遐有一个大乌火车头，伊毋是伫阮隔壁湖内，是阮路顶啦，我甲知影。所以这种物件吼，你会当吼叫伊去家己去收集，去网络找，啥物拢袂要紧，吼，你会当吼得到足侪物件，甚至囡仔嘛会当得到呢。另外就是讲会当教伊吼写款物件，像讲咱会当去争取啦。头只叶心老师有讲过吼，咱会有迄下语落学这呢吼，就是咱台语的，我甲讲，伊是咱台语吼的宝啦，因为咱足侪人毋知人去争取。像阮拢每年拢有啦，伫即个校内吼有81个台语，有一间学校开81个台语课吼，伫81个，阮就伫遐吼教囡仔写作，其中有一个囡仔，我教伊写作，伊写5篇文章啦，我干那念题目，恁听就好啦。伊一篇吼，我感觉足欢喜，叫做《夕阳伴秋风》啦，夕阳伴秋风，你看听到即种名，你就感觉讲吼，这囡仔实在足，伊的想法，足有伊的想法啦。另外我会变魔术来看，伊嘛写一首魔术啦。你讲我念这首足趣味，互恁听就好。我莫占伤侪时间。伊魔术是安怎呢？写魔术真怪奇，牌仔硬甲变，大人囡仔拢欢喜。白茶会当变咖啡，狗仔滑头变做猪，白纸分风变做钱，太阳消风变金鱼，啥物物件拢总会使试。赶紧上台变把戏。保证互你，看较笑眯眯啦。你看，迄种想象，迄种就是讲迄种 idea 迄种想法实在是有当时咱会感觉讲，囡仔伊的
伊的正在能量吼，是咱无互伊发挥啦，吼我就简单讲到遮啦，因为包括时间有限，多谢。多谢苏老师吼，苏老师伊教学吼，伊囡仔使用教育公布拢咧看啦，哦，大家拢嘛有人写真好诶呢，哦，多谢你。罗兰啦，山顶有一个陈秀菊，伊要问阿仁老师，伊讲请问囡仔学写诗，用啥物做诶方式切入感好？你写汉字我读无呢？迄个吼，风俗啦，仿作哦，用仿的诶方式啦。因为我真刚开始模仿的时阵，就对啦吼。嘿，是，基但是就本无咧讲上吼，仿作啦。基本上模仿吼是一切开始啦。什么物件拢模仿啦，模仿了后，你会当脱离模仿，家己创作安尼，迄才是一步。模仿无歹啦，模仿你透过模仿，像我要做文学家无？我嘛是模仿啊，开始做家全世界拢会当读好了啊，了创作时，咱有读过，咱就甲闪开。有模仿危险的，咱就莫爱。开始是模仿，迄个观念无啥，我认为无啥毋对啦。本来先学嘛，是。也未晓，拢无啥物件，真正先学一寡物件嘛。学了你的观念袂当超脱，讲啊，迄款伊讲的吼，无青啦，无新鲜的，无青啦，咱个写较新安尼。哦，创作就是写无人讲过，无人讲过的啊。模仿一开始无毋对啦。是。多谢文秋老师。嘿。阿仁老师。嘿，请讲。我过来请教一下，因为我知影你较早对这个社会运动尤其文化的社会运动较早真努力啦对，我加学证书对。现出时咱遮迄个军组内底大部分拢是教育界伫遐拍拼，对社会一寡代际的一个现象山若像迄无啥注意无人去甲管啦。咱像讲咱咧讲迄个，咱咧讲汉字即个社会上你卖拢写地瓜啦，叫因讲好规家规市的拢甲看，拢地瓜拢。土豆变卫生啊啦，土豆嘛变卫生啦。系啊。土迄个。奇怪，这字因拢变做豆啊土豆买零字嘛变土豆去啊呢，变豆去啊。系啊。我另外是讲像咱迄个果子即嘛拢讲水果类似即种物件我个人的力量，你甲因迄度真有限嘛。虽然是我即搭社区的迄个。社区发展协会迄个理事长想要来请咱这先辈有机会来这甲阮做迄个，毋过我发现因迄个即马个疫情的关系嘛，因的迄个兴趣我真欠缺啦，所以毋知伫即个社会方面要安怎来推广台语互人有兴趣。这变做一个议题一个爱拍拼的所在，我是安尼感觉啦。多谢你讲这我嘛真困扰呢。伫这个社会大家拢即嘛大家，我大家拢安尼讲，你无死，你是要甲人反对哦？大家拢安甲你指啦，有影啦。咱明明说，咱都安尼讲叫因这毋是自然现象呢，这是市民政府驱动的呢。你若讲家己自然形成改变的，咱嘛讲吞落对无？咱明明灶骹变厨房，对无？咱明明灶骹拢变厨房啊！你讲的这果子咧变树头变水果，对无？人讲是讲这，伊就甲因讲讲啥物较济？若人讲啥物较济做事尔，咱较早咱对无？咱即个代志免做啊嘛。所以我是讲。咱是无多影响别人，不过咱家己啦，家己坚持啦，
但是我像我吼，我甲恁讲一个故事啦。我较早伫台大吼咧开课时，课去台大对面的巷仔底有吼，学生对我去啦。伊迄个叫做伊那个便食店啦。伊那叫啥？便食店名叫啥？华语叫啥？馄饨。馄饨对嘿。我带囡仔讲，伊个馄饨店嘛，我就讲我要食便食啦。伊讲阮馄饨呢，我馄饨阮袂食。伊讲毋是共款，我讲我感觉就无共款咧。我学生调啊，规个拢笑我，老师我知啊。咱若坚持一个好了，我就讲你讲共款，我就无共款啦，我感受无共款啦。你若会当咱莫歹面啦，笑啦。我就安尼一定有。像你咧买物件嘛是安尼啊。伊若要讲华语讲，哎哟，我听无呢，你也听无，我就含慢呢。无安尼，我无多甲你交关，我咧学别人，伊就讲会啦，我听有啊啦。咱就用一个莫较深细嘅方式，讲，迄就我咧，咱嫌家己嘛，我咧另摆嘛，你讲迄话伤深，我听无啊。你就坚持伊若要，你若无讲我即个话哦，你趁无我钱啦，足简单诶。你若无讲我即个话，你趁无我钱啦，咱钱要用趁诶呢，对无？是啊。这就互我想到吼。我咧上课的时阵啊，吼，因为咱上的是台语课嘛，但是课本拢甲你写啥物语？闽南语啊。我若去教室吼，我就拢先问哦。你看囡仔，伊就分做3派。第一排，咱上啥物课？一个讲台语课，一个讲台语课，一个讲闽南语课，3种。我就会点囡仔点名。比如讲我点着高家辉，我讲咱今日上啥物课？伊就讲台语课，我讲好。即摆我再点另外一个，我讲咱上啥物课？伊讲闽南语，我讲咱上啥物课？闽南语，我讲咱上啥物课？伊个闽南语，边仔学生就跳脚哦。伊讲台语老师拢问3遍，你都听无？爱讲台语啦，我无敢骂啊。但是我一直问，其实你想讲咱大人啊，咱大人咧问你问题的时阵啊。问一遍，问2遍，问3遍，就是要再次甲你确认。我要叫你为你的嘴家己讲出来，毋是我强迫你去讲。但是要用什么能力？用隔壁同才学生的能力，所以真正靠咱一个有限啦。所以就爱靠足侪人啦。迄个拄有人老话吼，伊讲闽南语老师练到尾啊变做美人语吼，有啦。迄有一个查甫的啊。跟我做伙咧上台语的，因为伊美人语老师，我讲你袂见笑，我直接安尼开讲，因为有够熟啦吼。其实就是毋敢正式家己讲家己是台语啊。其实伫台语老师、伫台语界、伫学校老师介侪拢是安尼啊。我会记我第一个即个台语的含历史有关的，叫做吴家荣老师啊吼。虽然伊过往去，但是伊吼，伊足清楚。伊迄个理智甲迄个台湾的历史的地理概念足清楚。伊囡仔拢讲哦，你无住闽南，你嘛毋是中国，你无可能逐工坐飞机来遮上课，所以你是台湾人，你是台语，你毋是讲闽南语。所以即个部分其实有深根伫我的生命当中，因为我感觉拄则阿仁老师咧讲的吼，迄头路巴的啦，写数字的啦，佮有迄内底佮有注音符号的加载。我学台语的时阵，我无去学着迄个物件。我一开始学的时阵，其实就单纯的啊。金花老师咧教的时阵，就是教。你去对着正宗的啊？对，所以我讲我无安尼歪错有无吼？就足简单啊。但是恁有一寡走较头前的，有头路巴的，有数字的，有注音符的，有罗马语的，啥物。其实我讲实在，我足幸运的，真正像阿仁老师讲。感谢上帝，真正是安尼你去学着正宗的啦。对啦。伊讲叫咱吼，伊讲叫我着去读白话，我甲问讲，要安怎学台语？伊讲你去读圣经啦。所以我着一个毋是信主的去读圣经呢，逐工嘛介趣味啦。所以这种是文字吼，迄个张医生定咧讲，伊讲台湾要建国软性的教育，文字。王玉蝶的册嘛，一直强调，你汉字读册，你自然就是用汉字思考，你袂用台湾的心，袂用台湾的土地来思考。来线顶即摆有美官仔要问，来美官仔请讲。明宇老师，你好，
我想要请教你，你写迄个爬远的故事迄本册，自上开始你伫描写50、60年代的台湾人即个部分，啊，以及到你即马迄个心态的转变，我想要听咱的作者明玲老师，你伫写的时阵，迄个描写的方式，啊，佮有你的迄个作品，你到底迄个时阵是用啥物款的角度伫写，以及你即马甲遮侪年，佮转来看你的家己即本册的时阵，有啥物新的想法？多谢老师。迄个多谢你即个机会我说明吼，即个旁的故事吼，我即个年岁，我今年拄啊满68岁啊吼。伫我即个年岁，有迄个款农村经验，甲台湾迄个时代，互国民党欺负我青毛毛的农民，吼，我拢经过。啊，所以我到这个年岁，啊，即款代志你若袂用台语写袂出来，我感觉这是我的使命啦。我若无写，后摆就无这物件，拢无人知影啦。啊，我写无着第一，要甲迄个记字写开；第二，有真济迄款生产语言汉字无的啦，我嘛要甲记录开。第三，价值观，台湾人价值观啊，各种行业，你啊个语言。我若要一个语言吼，你若无透过小说描写，干那讲这个语言安尼变做册，无人睇读啦，爱有故事啦。所以我这本旁的故事，就是我个人的一个使命感。我这个年岁，人讲承先启后啦，我拄这么中啊，我会当做工干，拄干那我尔，所以我做这了后，我就你看迄个台湾故事阿存了后，我就开始写现代小说来有无？陆续做八了，做现代啊，有无？伊个现代创作这是本来甲会正道啦。啊，但是我生伫台湾，啊，搁生伫我的环境，我爱担起这个责任啦。把这物件用，我这拍故事有真悬设计呢。我这款连环式的小说有无？这边甲迄边有关系，迄边起来报有无？因为我迄阵就是固定时间，我迄阵伫迄中广咧播出啦。啊，就这个故事拢是中广咧播出啦，啊，时间固定的，所以我爱写固定的篇幅啦。啊，剩的前后若无，我后边才来补啦。迄叫做连环小说啦，迄用着真侪技巧啦。啊，我就是表示讲，台语文吼，啥物拢会使。像我读一本小说《阿纯》，吼，内面啥物款的拢有啦，包含我咧写小说拢是实验性的，别人无用过，我就甲写，不管啥物类我拢实验性的。我伫迄个路桥头边啊，佫有迄什么，迄个老师哥叫老师哥杯，迄种独白啦，甲你讲啦，像迄个哦，顶邦遐嘛有迄高山月琴有无？甲你咧讲话啦，独白啦，啊，佮讲社会话啦。我迄内面嘛拢讲社会话，讲犯人的话，哦，讲迄恶道的话，迄嘛是条工的啊。哦，因为我的写作，咱是讲我是基督徒，我认为讲是上帝予我的工课啊。你讲我写得好，我袂使讲无好，因为这上帝文书，眼光是上帝的。我即个是即两只尔，吼啊！我真公认讲，若讲我单命人即世人上骄傲的代志吼，我甲你讲，我会当变成一个基督徒，但是我上大骄傲。安尼有清楚无？多谢老师。啊，老师，敢会当佮甲你请教？因为你的创作内底，就是真侪拢是你家己，像你头拄仔讲的实验性的，啊，所以你是啥物款的？因为阮即摆后辈要甲你学习嘛，啊，所以阮要开始来写作的时阵，有当时啊，一支笔举几部，啊，就是写袂出来。啊，老师你是安怎有法度安尼一篇搁一篇安尼紧写出来？多谢老师。哦，这我甲你讲吼，第一啦，我上第一印出啦，啊，第二吼。基本训练啦，无逐个我真我较福气，我会当去美国读戏剧啦。我是一流戏剧老师，戏剧就是文学的做书啦。啊，我有机会有蛮上帝牵成啦，有机会去秘书里读戏剧哦。即款养成无几个人有啦，所以我无多甲你，我无甲你传授啦，只有是去学院上课啦，拄到好的老师嘛就有路用啦。我安尼甲你讲，啊，若一般阿萨布的老师你学无，迄嘛无法度啦。所以这嘛是人生的气运呐，哦，因为每项拢有专家啦，你莫讲要文学无专家啦，偏些，理论嘛就专家啦，
专家的物件你接受了，你要用，毋是专家去甲讲出来啦。专家的理论你要用你家己去，甲人无共款的方法去甲伊讲出来安尼啦。若基本训练你才会啦。每一个行业啦，你做医生啦，做律师啦，做啥台猪啦，啥物拢有基本动作啦。这基本训练嘛是，你若无你就加减去读较济文学个册吼，去理解安尼啦。爱读对的，拢读毋对的啦。你若世界吼足济名著拢是人肯定的，迄就无问题啦。若家己咧学落去，迄免甲看啦。哦，世界名著文学，我甲你讲，我自初中志愿要做文学家了，我初中了就甲中文看话册拢看了啊。我即嘛一个月咧买册钱嘛是介上济啦。我即嘛一个月咧新的小说，你看我有当时网络会打讲，我今读一本什么滨海作物，真好啊，真好安尼，我拢会共电有哦。就是，迄嘛是活脱啦。读人个物件，去看人安尼对人对物件安那对空间对自然对光线安怎描写，安怎用语言去写景。安怎用语言写情？了后，你迄上我了，你爱摕用家己的，即个转化为家己啦。哦，即个我讲安尼个就可能你毋知听有无？安尼，多谢老师的解答，感恩。过来迄个李珠玲。老师你好。我真欢喜有这个机会吼，会当安尼甲老师请教啦吼，因为我最近吼，互你知就是你吼，对哦，我去新年互你知是你吼。毋是呢，可能共名的款哦。名嘛在主人吼。嘿，就是讲吼，我最近有读着老师的迄个老实古照甲老实古碑啦吼。有读无？有我有读啊，我真欣赏老师的写作方法啦，就是讲你用家己讲家己的故事，毋过你讲家己的故事的时阵，其实你嘛是甲身边的人的迄个角色吼，拢做活灵活现的，安尼甲表现出来，我真正有够欣赏的啦。啊，你读的时阵感觉真趣味吼。啊，毋过我是真好奇吼，啊，因为老师你都基督徒咧吼，啊，我毋知敢是因为你有迄个去。安尼就是讲吼，去甲犯人关做伙迄个机会啦吼，所以内底一寡迄种社会话吼，我实在读起来吼，真正拢啥无啦。啊，毋知老师敢有机会会当讲甲迄吼，迄意思、迄思虑吼，会当个令我写较互人会当看较有诶吼，安尼我可能了解内底一寡深意吼，会较讲较会当透较知影啦吼。啊，我无感觉老师真正足厉害诶，虽然你讲只是2篇诶小说吼，会当对照来看。吼，个吼，内底你个提个有讲着一寡即个社会诶问题，其实你有提出即个社会一寡诶批判啦吼，我感觉是真好。个我感觉真趣味诶，就是个有提着即个工人暗啦，就是讲迄1清专案甲工人暗诶关系。吼，我因为我要来头捌啦吼，我就去查这资料吼，互我毋那只读小说尔，个学着真济。多谢老师。迄工人案，伊个迄个红掠登记个迄个，我甲伊捌都有交情过啦。啊，所以掠去真因某迄个较早是一个影个12发言人，我嘛做过伊个记者，因某陈意涵甲讲的时，我就了解迄个代志啊。所以我少年时代做电影，做艺迄个总艺杂志个记者过啊，所以我有这个经验，会当写出来无安尼啦。多谢你。所以登记个我嘛有熟悉啦。好，多谢老师。老师讲吼，加读寡册啦吼。其实拄则有足侪人拢讲老师写的物件足好。其实主要是因为老师的生活，含即摆人生活无共。我感觉主要是一个生活环境甲生活背景。比如讲，我像看迄个拿春水的无影无食，内底有足侪测干胶的。哦，比如讲个拍麻将的，拍起来，其实即款的物件。什么叫做工顶开火？哦，什么叫做绑啊绑？其实这款的物件其实是社会性的话语。啊，事实上，咱人一个个体，咱无可能干那家己一个伫独立生活。毋过吼，这个华语教育吼，煞互每一个人吼，你连放屁，会得讲你讲脏话呢？伤得 pure， 你敢毋知影伤寒？
所以吼，甲咱人的迄种天性拢总剥削，所以你看到这种物件，你伫华语绝对看袂到，因为因会写讲吼，什么叫做优质的教育，我毋知什么叫优质的教育。啊，阵有当时老师会讲啊，讲人拍啊鸡歪，迄个有啥物，迄个有啥物对甲毋对，迄就是咱身躯的器官啊。但是囡仔就讲袂使，啊你若讲哇，你好牛逼哦，你很屌哦，伊讲迄较高尚。安就无要紧来啊！啊，你讲啥小，讲啥物字，迄就袂使。嘿，对，迄就是语言的歧视嘛，迄就是语言歧视嘛。就爱 make 做爱，啊，相干就毋是话，迄拢是咱拢去用霸凌嘛。话语讲的毋是器官，面嘛器官，肢体嘛器官，人脚嘛器官，是有啥物差别？迄医生伫遮对无？医生的人的部位，迄有啥物？迄就是人造的歧视啦，迄毋是自然的啦。是啊。啊，你讲若纯粹吼，伊是一个社会小说啦。伊这个人是足正经公务人员呢，伊是一世人安尼教育部教育体系公务人员呢，啊有才着写即款物件。连我嘛要甲摆去啊，连我嘛要甲摆去。你所以说作家需要各种面理上嘛，毋是单面人上高啦，毋是啦，各人有各人迄个写法啦。你无看，你若看李美珍即届种的即个现代小说选有无？选到陈正华命，陈正华迄面写落偌好，甲迄个我毋捌的民间信仰的物件写甲遮水，对无？迄个人有个人的才情嘛，啊，所以你每一个哦家辉哦。恁做作家有无吼？恁拢会写恁的领域，写你捌，写你知，你毋知会免写。写你知，你经过，做一个作家吼，像我吼，要做啥物事，拢会去体会啦。我为着写海口故乡去海口住半年，学因的话，学因的迄落，迄人入要到迄个气氛内底，迄个气氛才有啦。你用想的当然当写，但是你若无去经过体验有无？迄个海风渐渐的味吼，该转落你就海口就是安尼。有当时啊，作家嘛是爱去体验啦。所以我较早每个名拢叫流浪嘛，流浪技术，流浪啥物有无？因为我感觉，若无流浪吼，你就无想法。因为你拢是这个所在嘛，空间嘛，你当时嘛，啊，你入去这个空间，看到无共款的，讲啊那安尼。你就灵感嘛？迄款无共款，互你产生想法。作家就需要无共款。你若无共哦，去到美国，去到德国，人哪会安尼咧食饭，人哪会安尼咧讲话，啊，你根本无共款，啊，你就感想。所以我认为讲，当然啊，做一个作家吼，要经历吼，这个经 experience 吼，比学历较重要。你是人若较富裕的作家，像美国、日本，迄作家要取材拢会当，可能是互伊几百万出去外口佚佗咧，对无？啊，咱也无这条件啊。啊无，你看，迄作家嘛，去过游览有无？去过各国去看安尼。啊，咱就无这条件。啊，我好运到，我到上帝的囝吼，互我有机会去漂流吼。虽然人是坐飞机，我是大部分我捌等咧搭便车游规个美国呢。为当无使我干搭便车啊，去人家真共叫大安去，安尼一年，有一年的时间。啊，就安尼去过，拢去真所在，安尼看到人讲，美国人讲安尼，伊就车就停个。啊，你去倒位，我坐到倒位，啊，就开始啊，去到阵间，啊，我来台湾来，想要来遮学习。啊，你有啥物工课我做？闲话大遮好，啊，无你200甲修理一个，啊，无你茶甲破一个，啊，你踮哪食？闲怎么困？我嘛爱捌安尼呢，啊，毋知对因的生活环境观念，才有条理解。嘛捌去讲，啊，因查某囝17岁，就是大人啊啦，啊，会晓人有甲 party， 啊，伊都无伴你介意去做伴，哦，做伊的 party 的伴，我嘛介意去啊，哦，就是迄就是经验嘛。我想啊，我的作品内有真济有国际观的呢，真济有国际观的呢，迄就是因为。流浪嘛，我无钱去流浪，但是我嘛是会当背包客嘛会当去流浪，嘿。是。啊，最后因为咱时间吼有7分钟啦吼，而且阿仁即个生命观有无吼，其实就是生活的经验足济啦。你干那靠读册，干那靠补习班吼，是无可能的啦。所以我看到即摆现象吼，其实我无老呢。
我才还未50岁呢。我嘛还未80个啊。毋过我看到即摆囡仔足可怜的呢，就是下课了，就是补习班了，安亲班了，继续补习，啊10点才转去。我讲你一工拄啊喊恁母啊讲2句话，恁母啊讲吼去洗牛，啊然后去困，就安尼。所以咱的囡仔足可怜的吼，所以就是爱有即款的生活背景啊经验，看我都写出遮尔好的创作。我即摆甲你插一句话，甲恁诸位特别，咱中华民国教育这就是全世界上下的，拢爱投资囡仔、害死囡仔知。无错，而且上失败的。教育是上下的，无论国小、国中、高中、大学，拢是上烂的啦，拢是上世界上下的啦。这我会当肯定，而且近视的囡仔愈来愈侪。啊，囡仔学慢的程度愈来愈恐怖。咱的教育是上下的啦，我无甲你骗，甲大学嘛安尼啦，拢上下的啦。咱的上课方式嘛毋对啦，拢毋对啦。是啊。啊，无度啊。对啊，无度体制问题啊。你啥物动起嘛共款啊？因为这个动作安尼教出来，这个动的人嘛安尼教育出来啊。你啥物动出来有效？就是爱看，可能恁家的这后代啦。恁即马咧教遮后代啦，爱靠是这啦。恁即马咧教遮囡仔，因也大汉了后啦，因有家己的思想以后，才有机会啦。伫阮即代，阮父祖即代吼，阮拢知影讲，阮都从苦读惯去啊，从技术惯去啊，啊，都搁活无偌久啊，爱当做诶物件做咧，剩诶是就是爱教后一代啊啦，恁嘛爱搁教后一代啦，迄个。全世界拢是性命吼，一代一代安传到尾啊，有无？伊才会变好诶啦，无可能讲一个政党解决啦，无可能啦。是啊，嘛着爱咱家己愿意去改变啦吼。我嘛足感谢讲吼，我出世伫海口呢，啊伫我诶即个会所吼，阮兜阁有碰壶啊，通摄水呢。啊洗衫吼，无迄个洗衫机呢，拢爱家己洗衫，家己披衫。啊，家己破茶，家己烘茶、烘花，所以迄款的经验吼，毋是要互咱来 complain 讲吼，我哪会遮歹命？而且迄颠倒是会当用一个好的转念，变做是咱写作的元素。对啊。因为咱独一无二的生活观，咱的生命观。像老师讲的，你写出来物件，就是你即个行业，你即个环境，你甲人无共款，咱无法度摕啥物人甲咱做伙比。对啦。上帝就是照伊的形象，甲每一个人生活无共款。啊，相生啊嘛无共啊，所以咱有真好的眼光啦，上帝帮助咱吼，啊个阿俊老师来替咱做头前即个先拜啦吼。啊，最后阿俊老师，你敢毋是甲咱推荐吼？你讲后壁即个后辈，拄则我有讲着拿春水啊，陈俊雄老师啊，所以迄是咱有咧读的人，咱知影吼。啊，你敢会咱推荐一寡列册，还是讲其他的作者？会当互咱遮新的朋友了解，然后做今仔的结束。好，我甲你讲，我的建议就是台语文的册拢爱读啦，因为台语文的册拢歹卖啦，真侪作者拢家己出钱出的啦。咱开淡薄仔钱甲支持一下无啥啦。当然，我家己的册我已经是有一个固定的销量啊，因为咱明年拢有固定的消费者，即我毋免去宣传，但是。一寡迄个，像话教会家己咧印咧卖呢，这甲捧场啊！教会家己印咧卖呢，你开来本钱佫运费，对无？教会对无？对啊。是啊，所以咱有关台语民俗册是拢爱捧场啦。咱开嘛毋挣钱，你食一顿都，迄一本册300-400块、400-500块，食要一顿啦，对无？所以我推荐的就是拿台语民俗册是拢甲买啦。好，敢有建议这个人，若要写作吼，也是若要写作啦，写得好，也是加读我的小说啦，就我的笔法啦，甲文法啦，我是安怎甲这个毋免用迄个但是啦、如果啦、虽然啦，这个词连这词拢无，安怎会当写出来？我册内无这个中文的，连英语的，这英语连这捌头啦、只头啦、什么会儿啦，拢无啦。安怎变做咱台湾人就无用这哩？迄是尾仔才有诶。所以你安怎去想遮，甲这个连接词中文诶英语摕掉安尼，去混诶，安才有台语气味啦。我是建议啦。好，安尼才有成台语小说来开口啦。
我的建议就是安尼吼，好。伫即个书写方面吼，大乐会嘛有足大的坚持啊吼，敢会当请咱的理事长张福助医生徛伫咱的台湾学，其实福助医生伫咱的理事长伫各个场所吼，加有机会，其实一直拢有咧讲台湾学。台湾学毋是干咱遮个书写遮个文字尔，而是咱的药草嘛是啊，咱的生活啊，以及咱的天文地理，这拢是啊张医生，你有要做最后，甲咱遮个少年辈，遮鼓励一下无？好，感谢吼。咱台湾罗马字协会是主张用即个传统的台湾罗马字，就是教会白话字，来做咱后摆台湾国的文字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讲，台湾学其实就是台湾逐所在所有的人，拢甲因在地的故事、人文、地理、风景、经济、天气等等，拢甲收集起来，就是台湾学。第三点，要一个简单的观念小解，就是过去咱拢定来讲台湾像汉字吼。这个观念是农业民族的观念吼，做食人做田的，看到台湾就想讲这就是一条旱字。旱字大长，旱字大粒，是要互人捕，要互人烘，要互人食，要互人欺负，要互人糟蹋的。但是咱的台湾学毋是，咱的台湾学台湾是海洋性格。西方人海洋民族看到台湾，认为讲这台湾是一尾海洋。海洋伫海底是老大汉的，你看到我的山边啊，毋是我要来互恁捕、互恁烘、互恁食、互恁欺负、互恁糟蹋的，是我来你的山边啊。所以台湾学的一个基本观念就是台湾是海洋。你要讲伊汉字嘛好，尽量较莫讲，咱爱想讲咱就是海洋吼。感谢今仔日阿仁兄这个真精彩的这个演讲吼，甲真侪无熟悉的朋友，我看到足侪无熟悉的朋友，属实是足欢喜吼，因为阮遮老的吼，搁免偌久就拢拜拜啊吼，所以有新的朋友来是真要紧。好，多谢。嘛爱感谢金花老师今日无来无用啦吼。其实老师吼含迄个维文老师伫迄个台南所开的即个中高学生的这台语的教程吼，才有足侪伫原地已经本身就是即个台语的老师啊吼。其实因来到遮颠倒是像阿仁老师讲的安尼，因真正是拍开一个新的世界。所以才有足侪拢是迄个金花老师伫咧课程当中吼，伊一直不断咧甲这新的学生讲，一定爱来听这听这什么叫做台湾学。当然咱的网络啦，FB 顶悬嘛有足侪遮旧的朋友、新的朋友一直咧推送，一直咧要了解讲到底咱这个台湾学的这个建立，以及咱含台湾国建立的这个概念，所以嘛足欢喜，嘛足感谢。线顶则佫有100个人伫遮吼，所以真正足感动啊吼。家辉佫有问题吼，最后一个问题好无？阿仁老师，你有赶时间无？无，我是教会无问题。教会无问题吼，歹势，懂对着。好，来家辉请讲。我要甲大家讲，我就是我读的册，其实嘛是诚侪啦。像这阿仁老师的册，我足侪拢有啦。这爬远的故事啊，伊的文学选啊，这拢是爱买爱读的。佫有台文正线吼。毋知影大家听过无？安尼敢看会着台文正线。我迄个我若有作品，我拢会投去内底。佫有台文网报嘛会，毋知影看会着无？你会当去迄个拍南方的册店，独立册店，你就会当买着遮个册啊。再来链接我会当留互大家。我毋是咧替卖册，我只是讲因的文学就是拢有诗啊、有散文、小说啊，大家会当加减看、加减学、加减读啊，这甲大家分享好。安尼我就分享到遮，多谢大家。是，好，感谢吼。毋是加减啦吼，就是阿仁老师创作迄个开始的迄个网报啦，网读、网看、网听、网吸收，后尾你着网学、网过，安尼就只了足侪安尼啦吼。好，还有人要问呢？够哦。对哦，文秋老师啊，顾人哪讲起来？阿仁老师，迄个较早我若要
台语和台湾的册吼，拢走去台湾来点，即摆台湾来点更是无去啊吼。就是独派，即马伫即个左转柳树边啊，镇江街有无吼？嘿，即马带去伫迄左转柳树迄个较早做有遐啦。镇江一前正迄啦，边正个镇江街遐啦，还佫有啦。佫有啊，好好好。迄但是5,300是我的朋友为美国转来了后，就要开这本册店。啊，册庄我头前我也开的啦，迄头前的册庄是我开的啦。感谢我过去了，迄代表拢会走遐写啦。有啦，即摆也有啦，佫开啦。叫独派啦，独派啦，迄独派啦，独派吼。好。好，安尼咱今仔会议就到遮啦吼。感谢感谢吼，感谢阿仁老师哦，遮尔精彩的分享。感谢阮迄个团队吼，甲处理吼。是啊吼。好，啊，今仔多谢大家线顶的朋友，啊，咱即摆到遮再会。大家保重吼，大家保重吼。好，平安。好，再会。感谢。老师保重。好。老师，多谢老师，多谢老师，多谢长官，多谢老师，多谢老师，多谢老师。多谢。啊，阮后回有诶，迄个台湾号嘛，就爱甲阮支持哦，因为拢有无共款的视野，会当来咱了解咱台湾的代志。啊，密切注意台乐会 FB。好，谢谢你们，感谢你们的分享，谢谢大家，拜拜，谢谢您，拜拜，再会。再会，再会，老师等下再会，再会。